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呢度梁晶晶 Crystal Online 嘅四媽，今日同大家介紹呢，一條呢，我覺得性價比非常之高嘅閃靈鑽嚇。好，大家可以望到前邊呢一盤咪數。係一個好黃金嘅咪數，11咪加，而且裏邊呢嘅晶體係非常之乾淨、非常之透徹亮麗嘅。如果你未擁有或者你想擁有嘅，嗱，有好多朋友聽到閃靈鑽呢，第一個概念呢就係哇咁嘅價錢嘅，諗下先係咪？我覺得你真係聽完四媽講一認真嘅價錢嘅時候，你唔好猶豫，要嚟就馬上行動嚇。好，望下四媽戴上手嘅，好晶瑩，好剔透，裏邊每一粒都係共生。好，各位朋友唔好猶豫啦，係咪？1381條，有興趣嘅揾我啊！